朋友们，有些食物只要搭配错了，你就是从补变毒，不是立即中毒那种，而是在你的身体里埋下病根。如果你现在关掉这个影片，可能你正在错过一个会决定你未来10年健康的重要警告。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关于山药的秘密。它有一个天敌，但这2样东西碰在一起的时候，后果比你想象的还要严重。别忘了订阅我的频道并开启小铃铛，接收我们最优质的健康建议。我想知道你有没有在认真看这个影片。如果你觉得这个内容对你有帮助，请在留言区打1。你知道吗？现在很多人都有这样的困扰，听专家 A 说这个好就吃，专家 B 又说那个危险就害怕，结果每天活在恐慌中，不知道到底该吃什么。这种心情我完全理解。我们的长辈常说，这个补身体，那个很营养，可是现代的营养学又告诉我们很多不同的说法。结果呢，越听越糊涂，越学越紧张。但是朋友们，养生应该带给我们平静，不是恐惧。真正的养生智慧是让我们活得更轻松、更自在，而不是整天提心吊胆。山药在中医里被称为上品药食，意思是既可以当药用，也可以日常食用。它温和安全，适合大部分的人。但是即使是这么温和的食物，也有它的克星。古人说，药食相配则增效，药食相克则成害。这不是迷信，而是几千年来中华民族在饮食养生方面累积的智慧结晶。我记得小时候，阿母总是会很仔细的搭配食材，她不会随便把2种东西放在一起煮，因为她知道有些组合会让好东西变成坏东西。现在的人生活忙碌，很多传统智慧都被遗忘了。我们习惯了速食文化，什么都讲求快速方便，却忽略了食物之间的相互作用。但是今天我要带大家重新认识这个古老而珍贵的知识。在我们深入了解山药的天敌之前，我们必须先真正认识山药本身。只有了解了它的本质，我们才能明白为什么某些搭配会产生问题。这不只是一个关于食物的故事，更是一个关于如何聪明生活的智慧。准备好了吗？让我们一起踏上这段发现之旅。山药在中医典籍中被誉为国宝级食材，早在2000多年前的《神农本草经》就记载了它补虚、益气力、长肌肉的神奇功效。这个不是随便说说的，你要知道，能被列入《神农本草经》的药材，都是经过无数世代验证，确实有效且安全的珍品。山药和我们熟悉的米饭、麦类一样，都属于甘平的性质。什么叫甘平？就是味道甘甜，性质平和，不会上火，也不会太凉，是最适合一般人日常食用的食物。想象一下，如果食物也有性格的话，山药就像是一位温和的君子，既不张扬也不软弱，默默地为我们的身体提供能量和营养。从中医的角度来看，山药性味甘平，归脾、肺、肾3经，这代表什么意思呢？简单说，它可以同时照顾我们的消化系统、呼吸系统和泌尿系统。现代营养学的研究也证实了古人的智慧。山药含有丰富的粘多糖体，这种物质对保护胃黏膜特别有效。它还含有优质的植物蛋白和容易消化的淀粉，是很理想的主食替代品。但是这里有个很有趣的差别，西医营养学看到的是成分 A、成分 B， 就像拆解一台机器一样，把每个零件分开研究，而中医看到的是整体性、阴阳平衡、脏腑协调。这就好比西医告诉你这个齿轮很好，那个螺丝钉很棒，而中医告诉你整台机器运转得很顺畅。2种角度都有道理，但中医更注重的是和谐。我在临床上遇到很多消化不良的患者，特别是现代人工作压力大，饮食不规律，脾胃功能都比较弱。这时候山药就成了很好的调理食材。有位患者跟我分享，他每天早餐喝山药粥，持续3个月后，原本经常胃痛的毛病竟然好了大半。这不是偶然，而是山药温和养胃的特性发挥了作用。古人把山药称为君子之食，不只是因为它性格温和，更因为它具有和而不同的特质。
它可以跟很多食材和平共处，相互搭配，产生更好的效果。比如山药配薏仁，可以健脾祛湿；山药配枸杞，可以补肾养肺；山药配红枣，可以益气补血。这些搭配都是经过长期实践验证的经典组合。但是，就是因为山药这么温和，这么容易搭配，很多人就以为它可以跟任何东西一起吃，这就是问题的开始。即使是最温和的君子，也有他不能接受的对象。山药也一样，它有自己的底线，有自己绝对不能碰的禁忌。当温和的山药遇到它的天敌时，原本的和谐就会被打破，好事可能变成坏事，补品可能变成负担。现在我要告诉大家，山药最大的天敌是什么？海虾。没错，就是我们经常吃的海虾。当温和的山药遇到鲜美的海虾，两个本来都很营养的食物结合在一起，却会产生古人所说的药食相味的现象。什么叫药食相味？就是两种食物本身都没问题，但是一旦同时食用，就容易造成气滞、腹胀、反酸等消化不良的症状。很多人无意中这样吃，以为很补身体，实际上却是在养病。我来跟大家解释一下这背后的科学原理。海虾含有丰富的蛋白质，特别是一些特殊的蛋白酶。当这些蛋白酶遇到山药中的淀粉酶时，会产生相互干扰的作用，结果就是本来容易消化的食物变得难以消化，容易在肠胃里产生气体，造成腹胀不适。更严重的是，这种不良反应可能会持续很长时间，让人误以为是其他疾病。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真实的案例。台中有位林先生，他特别喜欢养生，听说山药很补，海虾也很营养，就经常煮山药海虾粥来吃。刚开始他觉得很美味，也没有什么不良反应。但是连续吃了大概1个月之后，他开始出现持续性的腹胀，尤其是吃完饭后，肚子总是胀得很不舒服。林先生去看了好几个医生，做了各种检查，都找不出明确的病因。有的医生说是胃炎，有的说是肠道菌群失衡，治疗了将近1年都没有明显改善。后来他来找我咨询，我详细了解了他的饮食习惯后，发现问题就出在山药海虾粥上面。我建议他停止这个搭配，改用其他的养生方式。结果不到1个月，困扰他1年多的腹胀问题就明显改善了。这让林先生既惊讶又感谢。他说，如果早一点知道这个道理，就不用受这么长时间的折磨了。这个案例告诉我们什么？吃对了是良药，吃错了成毒药。这句话一点都不夸张。我们的祖先在几千年的生活实践中，早就发现了这些食物搭配的规律。他们把这些经验总结成食疗禁忌，代代相传，就是希望后人不要犯同样的错误。可惜现代人往往忽视了这些古老的智慧，总觉得古人的说法没有科学依据。但实际上，很多古人的经验现在都可以用现代科学来解释和验证。山药和海虾的相克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。古人可能不知道蛋白酶和淀粉酶的相互作用，但他们通过长期的观察和实践，发现了这种搭配会造成问题。所以我们既要尊重传统智慧，也要用现代科学的方法去理解和验证，这样才能真正做到科学养生、智慧生活。记住，不是所有营养的食物放在一起就一定更营养，有时候1+1可能小于2，甚至可能等于负数。《黄帝内经》有句话说得非常深刻，饮食自备，肠胃乃伤。意思是说，饮食如果不当，脾胃必然受损。这句话不只是在讲吃太多的问题，更是在告诉我们，饮食要有方法，要讲究搭配，要顺应自然规律。古人不只教我们用药，更教我们如何正确饮食。现在很多台湾的年轻人经常有肠胃炎的问题，你们有没有想过为什么？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现代人的饮食习惯太随意了，想吃什么就吃什么，想怎么搭配就怎么搭配，完全不考虑食物之间的相互作用。早餐吃西式的牛奶面包，中餐吃中式的炒饭炒面，晚餐又来个日式的生鱼片，宵夜再配个韩式的炸鸡。这样混乱的饮食模式，脾胃怎么可能不出问题？我有位同事
中医师陈玉和医师，他专门研究脾胃疾病。他经常用一个很简单的方子来帮助患者调理肠胃，山药粥加陈皮。为什么这个组合这么有效？山药健脾补气，陈皮理气化痰，两者搭配，既能补益脾胃，又能疏通气机，一补一疏，相得益彰。陈医师告诉我一个病例，有个上班族，因为工作压力大，饮食不规律，长期有胃胀、消化不良的问题。西医检查没有明显的器质性病变，但症状就是持续存在。陈医师建议他每天早餐改吃山药陈皮粥，同时调整饮食搭配，避免一些相冲突的食物组合。3个月后，这位上班族的肠胃问题明显改善，人也精神了很多。这个案例说明了什么？山药本身没有错，错在于我们怎么使用它。古人讲药食同源，但同时也讲用药如用兵，即使是最温和的食物，也要用在对的地方，配对的搭档，才能发挥最大的效果。我们现代人往往太急躁了，听说什么好就马上去尝试，却不了解自己的体质，不懂得食物的特性，结果好心办坏事。中医有个重要的概念叫因人制宜，同样的食物，不同体质的人吃了会有不同的效果。有的人吃山药很有效，有的人吃了反而不舒服，这都是正常的。关键是要学会观察自己的身体反应，了解自己的体质特点，然后选择适合自己的食物搭配。古人的智慧不是要我们盲目照搬，而是要我们理解其中的道理，然后灵活运用到现代生活中。山药的例子告诉我们，再好的东西，如果用法不当，也可能产生问题。这不是山药的错，而是我们需要更聪明的去使用它。现在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些民间流传的山药妙用方法，这些都是我从长辈那里学来的珍贵经验。第一个是山药薏仁粥，这个组合特别适合脾胃虚弱、容易水肿的人。山药健脾，薏仁祛湿，两者搭配可以益脾祛湿，对现代人常见的湿气重问题很有帮助。第二个是山药豚骨汤，用山药配猪筒骨蔓炖，古人称为补肾填精。这道汤特别适合中老年人，可以强筋健骨，补充肾气。我记得小时候，每当家里有人身体虚弱，阿母就会煮这道汤来调理。第三个是蜂蜜蒸山药，把山药蒸熟后淋上蜂蜜，古人说这样可以润肺止咳，特别是秋冬季节，气候乾燥的时候，这道甜点既好吃又养生。这些都是嘉义阿嬷传下来的古法，看起来简单，但却养活了好几代人。那个年代没有什么营养补充剂，也没有什么保健品，就是靠这些天然的食材搭配来保持健康。但是我要提醒大家，不是每个人都适合这些搭配。比如说，如果你本身痰湿比较重，就是容易口黏、舌苔厚腻的那种体质，吃太多山药反而会加重腹胀的感觉。如何判断自己是不是痰湿体质呢？你可以观察几个特征：早上起床时口中黏腻，刷牙时容易恶心，舌苔比较厚，身体容易感觉沉重，大便黏腻不成形。如果有这些症状，说明你体内湿气比较重，这时候就不适合大量食用山药，应该先调理湿气，等体质改善后再考虑进补。我在临床上经常遇到这样的患者，他们听说山药很补，就大量食用，结果越吃越胀，越吃越不舒服。这时候我都会建议他们暂停食用，先用一些化湿的方法来调理体质。这就是中医讲的虚不受补的道理。有时候不是补品不好，而是你的身体还没有准备好接受这些营养。所以我常跟患者说，养生要有顺序，要循序渐进，先把基础打好，把阻碍清除，然后再来进补，这样才能事半功倍。另外，即使是适合吃山药的人，也要注意适量。中医讲究中庸之道，任何东西过度了都不好。一般来说，新鲜山药每天食用量不要超过100公克，前山药粉不要超过30公克。记住，没有任何食物是万能的，只有聪明的搭配才是真正的养生之道。我们的祖先用几千年的时间摸索出这些规律，我们应该珍惜和传承这些智慧，同时也要结合现代科学的知识，
找到最适合自己的养生方法。朋友们，山药的天敌告诉我们一个深刻的道理：善与恶、补与害，往往只在一线之间。如果你今天记住了这个知识，你就等于给自己的厨房里安装了一道护身符。从今以后，当你看到山药和海虾的时候，你就会知道它们不适合放在一起。但这个影片的价值不只是告诉你一个饮食禁忌这么简单，更重要的是，它提醒我们要用更智慧的方式来对待饮食、对待养生、对待生活。养生不是要让我们活得像神仙一样长生不老，而是要让我们每一天都活得轻松自在，不要无意中给自己制造疾病。现代人的生活太复杂了，各种资讯满天飞，今天这个专家说这样好，明天那个研究又说那样不行，结果我们越学越迷茫，越养生越紧张。但是真正的养生智慧其实很简单，学会聆听自己的身体，学会合理搭配食物，学会顺应自然规律，你的身体比你想象的更聪明。当你吃对了东西，身体会感到轻松愉快；当你吃错了搭配，身体会出现不适的信号。关键是要学会识别这些信号，并且相信他们。我记得有位老中医跟我说过，最好的医生是你自己，最好的药物是食物，最好的疗效是开心。这句话我一直记在心里。养生不是一种负担，不是一种限制，而是一种智慧的生活方式。当你掌握了正确的原则，你就能在享受美食的同时，也照顾好自己的健康。今天我们谈的山药与海虾的故事，只是食物相克中的一个例子。类似的组合还有很多，比如柿子配螃蟹、茶叶配羊肉、蜂蜜配豆香等等。但我不可能在一个影片里把所有的禁忌都讲完。更重要的是培养大家的养生意识和判断能力。当你真正理解了食物相配的原理，当你学会了观察身体的反应，你就能举一反三，应用到其他的食物搭配上。我希望大家把今天学到的知识分享给你们的家人朋友，因为真正的健康不是一个人的事，而是整个家庭的事。当全家人都懂得正确的饮食搭配，当每一顿饭都成为滋养身体的良药，这样的生活该有多美好。最后，我想送给大家8个字：吃对了就开心，活对了就安心。这就是养生的真谛。不要为了追求完美的健康而牺牲生活的乐趣，也不要为了一时的快感而忽视身体的需要。在享受与节制之间找到平衡，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找到智慧。每一餐都是一次选择，每一次选择都是在塑造我们的未来。选择智慧的搭配，选择适合的食物，选择快乐的心情，这就是最好的养生之道。谢谢大家收看今天的影片。如果这个内容对你有帮助，请记得按赞、分享和订阅。我们下次见。